歡迎收睇《一節新聞》。為提升橫琴口岸、澳門口岸區平台嘅通行同候車秩序，當局喺平台實施分區上落客，分流唔同類型嘅車輛，違者將被檢控。有駕駛者認為指示唔夠清晰，又希望增加私家車嘅上落客位。歡迎收睇《一節新聞》。為提升橫琴口岸、澳門口岸區平台嘅通行同候車秩序，當局喺平台實施分區上落客，分流唔同類型嘅車輛，違者將被檢控。有駕駛者認為指示唔夠清晰，又希望增加私家車嘅上落客位。歡迎收睇《一節新聞》。為提升橫琴口岸、澳門口岸區平台嘅通行同候車秩序，當局喺平台實施分區上落客，分流唔同類型嘅車輛，違者將被檢控。有駕駛者認為指示唔夠清晰，又希望增加私家車嘅上落客位。歡迎收睇《一節新聞》。為提升橫琴口岸、澳門口岸區平台嘅通行同候車秩序，當局喺平台實施分區上落客，分流唔同類型嘅車輛，違者將被檢控。有駕駛者認為指示唔夠清晰，又希望增加私家車嘅上落客位。歡迎收睇《一節新聞》。為提升橫琴口岸、澳門口岸區平台嘅通行同候車秩序，當局喺平台實施分區上落客，分流唔同類型車輛，違者將被檢控。有駕駛者認為指示唔夠清晰，又希望增加私家車嘅上落客位。歡迎收睇《一節新聞》。為提升橫琴口岸、澳門口岸區平台嘅通行同候車秩序，當局喺平台實施分區上落客，分流唔同類型車輛，違者將被檢控。有駕駛者認為指示唔夠清晰，又希望增加私家車嘅上落客位。歡迎收睇《一節新聞》。立法會實質性審議並全票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法案。特區政府向立法會、社會各界同澳門居民致謝，又話將會堅決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持續完善維護國安法律制度。特區政府發出新聞稿話，澳門特區與時俱進，適應新時代國家安全嘅新形勢、新要求，持續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基石，生動詮釋咗愛國者治澳根本原則喺澳門嘅成功實踐，體現咗全面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嘅要求。特區政府將全力支持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依法履職盡責，不斷完善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體系同執行機制。未來特區將會進一步發揮自身獨特優勢，統籌高水平安全同高質量發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斷譜寫具有澳門特色嘅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新篇章。